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新画手，台语安尼写，新画手。凑热闹，听八卦，学习模仿人家讲话，台语就是新画手。两回月生啊，当咧学讲话，真爱坐伫大人的边啊，罔听大人话先扣话尾，新画手。啊，若看到一群人咧开讲，伊拢真爱去甲人客烧新画手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上爱对阿公四界过家新大人的画手。新画手甲新画尾，甲学话，甲学人喙尾对人喙尾，伫某一种的状况下是同款的意思。囡仔新画手是一种的学习，嘛是一种的模仿。若是大人爱新画手，恐惊就是较杂插，爱学话，较是非咯。新画手的新。落大雨，厝下漏水，赶紧摕脚桶去新水接雨水。啊，若要拍篮球，就要先学新球接球。啊，台语讲新一间杂货仔店来做，华语就是买一间杂货店来经营。新画手的手，之前咱有讲过，米手、唱手、喙手、好手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新画手实在真趣味。